新年快乐，大家平安。新的一年要有新的心。大笔咧写诗篇51篇的时，伊是因为伊犯罪了后，伊心真艰苦，伊就写诗篇51篇。咧写这篇的时，伊伫遐有反悔，求上帝撤销伊的过失以外，伊伫遐也求圣神来帮助伊，会当得到一个新的心。所以这个诗的背景，我想咱足侪人伫细汉的时知影伊的故事，就是伊有一天盈盈的时，伫马路的中间，厝顶尾咧遐行来行去的时，看见对面有一个查某人非常的水，伫迄个所在洗身躯，伊就叫人去甲伊叫过来，伫迄个叫过去伊迄个所在的时就惊干啉，无拍算伊煞伫迄个时阵得到迄个有心有囡仔。伊为着要暗藏伊的罪恶，伊无悔改，伊反倒转暗藏伊的罪恶，所以伊叫伊的丈夫乌利亚伫战场的中间转来，就是毋茫伫战场的中间转来的时，会当有机会甲伊的父亲人三甲做伙。无拍算乌利亚是一个忠心的一个战士，所以伊想讲，遐较侪人的兵丁伫外口会当转去厝享受，所以伫迄个中间，大笔伊无法度来暗藏伊的罪过，伊就借刀杀人，交代讲，伊若到伫战场的中间，对敌来的时，恁拢走转来，就互伊伫迄个所在战死。所以伫即个故事的中间，咱真正会当看见，大笔伊犯罪了后，伊迄个时阵拢无想到讲，伊倒来反悔认罪，反倒转用伊的方法，一直暗藏伊的罪。伊暗藏伊的罪，伊就哪犯罪。所以咱若看伫迄个圣经撒母耳下卷的中间，伊当伊乌利亚伫迄个战场战死的时，伊的父亲人拔示巴伫迄个中间为伊来祈求。27节讲丁忧，就是迄个受伤啦吼，受伤迄个因翁过身，伊伫迄个所在哀哭一段时间明白了后，大笔就甲伊带转去到伫王宫的中间。所以咱看见当迄个时阵囡仔就出世啊！咱看见撒母耳下卷12章第1节讲，伊迄个时阵得到一个囡仔，安尼就是伊犯罪了后，个囡仔生出来大概有1年的中间，这段时间伊拢无想到上帝，伊拢无想到讲伊反悔爱认罪。迄个时阵敢若是想到讲要安怎暗藏伊的罪。伊伫迄个中间，伊咧想到讲我暗藏一定足好势，无人知。敢若当事人伊甲拔示巴知以外，大概拢无人知。甚至乌利亚安怎死，伊都拢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。所以对大笔来讲，伊即项代志，伊所犯的罪，伊暗藏甲足好诶，绝对拢无人知。总是无人知，上帝知啊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当上帝就找拿单，咱看见拄啊迄个圣经节讲，耶和华上帝就找拿单去甲大笔讲。当然拿单嘛，毋知影有啥物代志，是上帝要找伊去见大笔的时，伊一定会甲伊启示有啥物代志。所以大笔伫迄个拿单，伊就咧讲起，你得罪人，你做即个代志，上帝无欢喜。大笔知影伊受到上帝迄个时阵的提醒，伊知影伊所犯的罪根本都无法度暗藏，佮较毋免讲，伊无法度暗藏上帝。所以伊就伫遮伫迄个诗篇51篇的中间。伊对第1节到第6节咧讲起伊家己的罪过，伊伫遐求赦免，求上帝怜悯。到后来伫第6节到第9节的中间，伫遐咧讲起求上帝撤销伊的过失。到第10节到12节到13节，拢共款。伫迄个中间，伊就是咧讲起上帝，你怎样佮互我恢复，佮一摆。互我的心，互我的灵，会恢复甲上帝迄种单纯亲密的关系。伊真清楚，当伊犯罪了后，伊甲上帝的关系已经隔离，所以伊伫遐认罪，伊求上帝撤销伊的过失。伫这段时间，伊是对伫伊的性命下功夫，求上帝真正，互伊重新有恢复新的心伫上帝的面前。所以讲，上帝也求你创造我清气的心。清气的心是伊家己，清气我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。正直的心是对上帝来，安尼就是讲我的心拉善，上帝啊，你带我行伫你有圣神引带的道路的中间，毋通伫
十一节，毋通赶我，互我离开你的面，毋通对我收回你的圣心。这个是伊家己11节是伊真主观的一个看法。伊主观的看法是，因为伫伊以前迄个扫罗王，伊看见上帝气杀伊迄种的痛苦甲艰苦。咱知影扫罗王起头是一个真温柔真谦卑、敬畏上帝的人，总是对伊开始怨妒大逼的时，伊迄个内底的怨妒，迄个心带来互罪恶。咱若来看撒母耳上卷16章14节，伊伫遐讲，耶和华的神离开扫罗。有歹神对耶和华遐来搅扰伊，咱伫遮咱会当看见是安怎耶和华的神会离开伊，因为扫罗伊开始有怨妒的时，怨妒伊就毋甘愿，伊就想办法要怎样杀死大卫。迄个时阵伊拢无想到上帝会安怎爱伊安怎做，伊所想的就是讲，即个人我要互伊死，伊莫抢我的王位，伊毋通互我的王位有拄着威胁。伊的想法就只有安尼若定，所以当一个人伊开始有怨妒。伊毋甘愿，伊硬心，伊想要杀害迄个人，要害迄个人的时，迄个罪恶伫伊的心底就来产生。所以耶和华上帝就离开扫罗，有歹神对耶和华来。所以咱看见，当伊伫即种的代志的中间，伊讲毋通赶我，互我离开你的面。代表伊看见的是啥？看见扫罗，伊一想伊怨妒，一心就是要杀人，一想就是要互伊死的时。所产生的，伊已经离开上帝远远，所以当有对着迄个非利士人来的时，哇，拄着真济的迄个威胁伫四周围的中间。扫罗王伊无去找上帝，伊当要找上帝的时，上帝嘛毋插伊。所以伫圣经的中间讲，撒母耳伊咧求撒母耳来献祭，撒母耳无来的时，伊准家己去献祭，反倒当惹上帝受气。这个工作毋是你做，这个工作是先知祭司咧做。你是安怎用你的关系？家己欠权，违背上帝的命令，你去迄个所在献祭，毋但上帝无听伊，上帝佫生气，甚至到尾伊佫咧求上帝，上帝拢无要回应伊。代表有看见即种上帝离开伊，迄个扫罗王迄种的掠狂，迄个痛苦，伊拢看会到。上帝毋插伊迄种的良陪，所以到尾伊找无上帝，伊只好去找通灵的。所以代表伫遮，当伊知影拿单已经知影伊的代志，伊的秘密已经无法度暗藏。上帝知影伊的代志无法度暗藏的时，伊马上做的是认罪。伊求上帝圣神毋通离开伊，因为伊知影上帝圣神若离开伊，伊日子的痛苦艰苦，毋是干那安尼尔尔。迄种的痛苦是伊担当袂起的。所以11节是伊家己真主观的一个看法。毋通离开我，毋通离开你的面。你上帝啊，你的圣神若离开我，我的日子就歹过。因为伊想到伊过去咧捣乱的时，虽然环境毋是真好，迄个环境有真济的对敌咧追赶伊，但是伊看见上帝甲伊伫地时，伫迄个教会的中间，上帝拢保守伊平安。虽然环境毋是真好，但是伊看见上帝咧扶持的时，伊所得到的就是感谢主。用咱的话。感谢主，俄罗主，上帝保护我。伫上帝的保护圣神甲我伫地时，迄个危险就是安尼闪过。所以伊伫遐体会到，我无爱陷落，亲像扫罗王安尼。我既然知影我的罪遐尔清楚伫上帝的面前，我既然受提醒，我即个时阵有感觉。咱看去伫一段时间，当伊行奸淫犯罪即年到囡仔生出来的即一年的中间，伊根本都拢无有即种的意识。总是当拿单甲讲的时，伊迄阵就随时反悔。上帝也求你赦免我，毋通离开我，互我12节，互我犹原会当得到你救恩的快乐，小使我有自由的心来扶持我。伫即个中间伊所想到的，就是亲像伊是一个龙主，因为今仔日伊离开上帝，就是亲像龙主共款。伫圣经的中间。当龙主甲伊的老爸讲：“你将你的财产我应该得来互我。”虽然老爸感觉讲这毋是时阵，但是当即个囡仔足爱的时，上帝迄个老爸就将迄个财产互伊的时，伊去外面飞雷交歹朋友，后来拢无钱的时，遐个人拢离开伊，伊无法度的时，迄种会落魄，伊无通食，佮拄着饥荒无通食。迄个时阵，伊所想到的，
伫老爸的家，食穿用我拢无欠缺。我有温暖的家，基本的食穿用我拢无欠缺。老爸佫非常的疼我，总是伊伫即个，伊知影伊家己违背老爸犯罪的时，伊所求的是讲，老爸若要接纳我，伫即个家，互我会当徛起，我做一个奴才，我嘛袂要紧，总比伫即个外口无通食咧流浪落魄佫较好。所以当龙主转去的时，伊无拍算，虽然伊敢若想讲，我做一个奴才就好啊，伫老爸家做奴才，伫遐会当佫好款待。毋若老爸无歹款待伊，反倒转接纳伊。所以接纳伊的时，即个对伫迄个龙主来讲，这真正是一个救恩的快乐。我过去的日子安尼，我安尼互老爸艰苦心，迄个老爸伊佫欢喜来接纳我，所以伊伫遐真正欢喜快乐。大笔伊咧祈祷这个时，伊就是甲家己看亲像一个龙主，离开上帝真远。所以上帝伊若欢喜接纳我，伊赦免我，伊的面莫离开我，安尼就好啊。圣神毋通离开我，我若有圣神甲我伫地，我就有平安，我就有快乐。你若有平安，你就袂艰苦心。虽然迄个世间的日子毋是真好过，总是我若有平安，我安尼就好势。所以讲，互我有救恩的快乐，我敢若欢喜上帝来受接纳。上帝，你若接纳我，赏赐我。有自由的神，伊伫遮咧讲，赏赐我有自由的神。华语的圣经讲，乐意的灵扶持我，乐意的灵扶持我。当圣神来接纳我，互我甲上帝关系有亲密的时，我就有自由的灵来敬拜你，我有自由的灵来服侍你。我真自由，我会当来到伫上帝面前祈祷，我真有自由去传福音。当一个人离开上帝时，祈祷就祈祷袂出来；当一个人离开上帝犯罪的时，较毋免讲要阁传福音啦，讲要敬畏上帝，这拢无去啊。所以伊讲，你上帝，你重新接纳我，互我会当真自由，要甲人传福音，互我真自由，随时会当到你的面前祈祷，求讨你的看顾，求讨你的保守。这对我来讲是非常的要紧。所以咱看见大笔，伊伫即个所在。伫这3节的中间，咱会当看真清楚，迄是对伊性命的中间，求上帝重新建立伊的性命。所以咱今日的主题经节就是第10节，上帝啊，求你，互我有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正直的心。当我咧看这个圣经的时，我开始逐工就安尼祈祷，上帝啊，赏赐阮全家，互阮有清气的心，互阮有正直的心。做上帝的百姓，做一个基督徒，我逐工就是伫迄个阮的迄个大沟的边啊，我若开始去运动的时，我就开始伫遐祈祷，上帝啊，求主你，互阮全家拢有对你来清气的心，互阮真正会当行伫你正直的道路的中间。逐工就安尼祈祷，因为我感觉基督徒有迄个清气的心，有迄个正直的心，是何等的要紧。伊讲，上帝啊，教我创造清气的心。创造是对上帝来，人无法度互咱的心有清气。迄个创造的心，就是有更新的灵，更新的心就是新的心。互我毋通阁活伫迄个罪恶的中间，我要对你有一个新的心，毋是犯罪的心，是一个清气的心。互我内面有你换心正直的心，这拢是对圣神来。当你有清气的心的时，上帝欢喜，你自然就有正直的心。正直的心就是圣神对你的引带。行伫你合主旨意的道路，行伫主你合主你旨意的道路。当我咧思想这节的圣经节的时，我咧想讲，咱真济的基督徒，伊真热心，伊圣经捌足济，伊嘛真够讲。若要讲传福音，我想应该嘛无问题。总是你若无清气的心，你就袂当行伫正确的方法的道路的中间。我有一个长老，伊真正是圣经捌足济，伊足够讲的，无较输无输，伊讲出一套。总是这个人若互我袂介意，伊开始伫背后就讲人的方法，就讲甲别人讲这个人伊安怎，攻击这个人，互这个人伫遮徛袂牢，甚至互这个人会当离开这个教会。伊虽然圣经足够讲，但是伊心无清气，伊骄傲，伊自高，他自以为是。
教会你着听我的，牧师你着听我的，牧师若袂当听你的，这个牧师就诚做伊的对敌。看起来伫教会，伊捌足济足够做工，总是伫即种的态度的中间，咱看见伊根本就无有清气的心，因为是用家己的自觉，用伊的骄傲来咧看人。上帝，你甲上帝足好的，毋是你的喙咧讲。人要安怎判断你是一个敬畏上帝、听从上帝的人？是看你安怎咧对待人。你安怎对待人，迄个人真无古锥，我嘛是要对伊好。迄个人虽然会犯错，我犹原要包容赦免。我什么种人拢会当甲伊做伙。对牧师来讲，什么种人我拢应该爱包容。管你是民进党的，管你是国民党的。伊拢是我的会友，拢是上帝所听的百姓，我逐个人拢会当甲接纳。我有我家己，若咧选举，我有我家己的主张。但是徛做一个牧师的中间，徛伫教会，我逐个人拢是会当接纳。我逐个人拢会当用公平、用上帝的话来甲勉励、来甲扶持。伊咧艰苦，我嘛都爱甲安慰。清气的心是安怎？迄个正直的心，用上帝的眼光，用上帝的态度来看待伊的代志。所以咱看见伫教会的中间，是安怎有真济问题会产生？毋是因无听主啦，这两个长老拢足够做工，拢真正听教会，因拢有家己的观点。但是若无照伊的意思，这个人若无照伊的意思，无照伊的意思，伫教会以后，我都冤家，互边仔的人看到真艰苦心。伊嘛感觉伊足听主啊，伊圣经伊有根有据，伊会当讲一套啊。总是伊感觉教会着安尼较好的时，迄个袂当照我的意思，伊就有法度想尽办法，为着反对来反对。伫教会，今仔日咱要转来讲教会，因为新的一年，咱的教会已经伫新的一年的中间，甲旧年已经无共款。旧年无牧师，今年有可能就有牧师啊。伫即个有牧师的中间，咱的态度是啥物？你若袂当用一个清气的心，你根本就袂行出正直的心出来。迄个清气、自高、骄傲，对别人的偏见，我家己迄种的主观的看法，你用你家己的主观来咧判断，就应该安尼安尼安尼，就应该安尼安尼安尼，迄拢是死的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代表伫迄个中祈祷，包括我家己的祈祷，主啊，你得互我一个清气的心，互我用你有你正直的心，行伫正确的决定的中间。对信徒，我爱有正确的决定的中间。有正直的心，是圣神开我的眼光，来看见遐个人的需要，看见即个人的需要。所以我常常咧讲，听人讲话，毋通听表面啊。我拄好有咧讲过迄个长老。伊真正是听教会，伊嘛听主，奉献伊嘛无较输人。总是迄个人若伊无介意，伊会当甲赶走，所以伊赶偌济会友离开。今仔日清气的心所带来，你会当有清气的心，是圣神咧做工。圣神做工，你自然就用圣神的眼光，用上帝的眼光，用上帝的听，用上帝的耶稣基督的心来看待人。所以，当你用耶稣基督的心来咧看待人的时，这个人反应哪会安尼？对我来看，我先爱了解伊的背后是啥。伊出世，伊有真济受伤。伊伫伊的家庭出世的时，伫迄个原生家庭，他没有得到该有的爱，家庭的爱。啊，是伫这个人成长的过程中，伊有受足侪伤。伊会受伤，无得到医治。一个人，伊的迄个疼伫细汉的中间无得到满足，也是伫成长的中间，伊迄个伤无得到医治的时，伊的人格就会扭曲啊。今仔日咱若无体会到这点，你用你的眼光讲，你是安尼，是安怎安尼，你是安怎安尼安尼。咱常常看到人伫。我即摆徛伫教会中间来咧讲遮个代志，有一天有一个会友甲我讲，迄个人吼，我
我甲迄个阿米也讲吼阿朱啊吼安怎，啊我叫阿米也毋通讲，阿米也一定去甲阿朱啊讲啊。所以吼阿朱啊吼，伫菜市仔看到我拢毋插我。我讲，我就有一天就甲阿朱啊讲阿朱啊，阿辉啊讲吼，迄天伫菜市仔拄着你咧甲你笑，你拢无笑。伊讲牧师啊，我都无挂目镜，我也毋知影啥物人对我头前过。人伊无挂目镜，伊较知影你是阿辉啊咧。啊，你甲阿朱啊讲的，啊，你即摆较讲，我拄仔讲啥啊？名，反正就是安尼啦，恁知影我的意思啦。我甲你讲，啊，你甲伊讲，啊，迄个毋插我，即摆就是你一定讲。其实拢无人讲啦，是你心里有鬼啦。啊，你心都无清气，你所想的拢逐项都拢毋对啊，敢毋是安尼？所以真侪代志，我已经学会伫牧会中间，我拢已经学会晓啊。拄着代志的时候，咱拢我感觉信徒拢足聪明的，拢足巧的。看一项代志吼，伊就开始会人解释，就是一定安尼，啊，佮讲啊有一个办的呢，结果互足侪人伤害，伤过巧啦。所以吼，咱的理论足侪啦，有时较推的吼，佮较袂犯罪。所以，迄个清气的心，我想若无有圣神做工互你，咱拢有足侪的看法，咱有足侪的主张。我感谢主是，我想我少年嘛应该会安尼啦。拄着代志，就想讲啊，就是原因安怎。毋过当我无回足久的时候，无回啊到今吼，我拢感觉讲我什么都不是。你会发觉讲，甲上帝关系好，佮经过遮尔济时间，人什么都不是。所以伫即个圣心，迄个圣经节的中间，哥林多5章17节，伊讲，咱应该踮伫基督的内底，拢爱诚做新创造的人。过去拢已经过去，代表就是咧求上帝，你创造我的心，伊甲过去遐的犯罪拢交互上帝，求上帝赦免。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的中间，救赎咱，就是想使咱有一个新的心，毋通阁活伫迄个罪恶的中间，有新的看法，有新的心。所以咱会当看见真济基督徒当伊来信主的时，过去我做人计较的，过去我一定以牙还牙，总是当我信主了后，我打开始的时我嘛会安尼。毋过上帝讲你是迄个感动倒来，你是基督徒呢？伊讲牧师啊，有够奇妙的啦！我即摆人安怎甲我欺负，我拢为伊祈祷呢。新的心，耶稣基督来到伫世间的中间，就是想使咱新的心。哥林多后书第4章16节讲，所以咱毋通劣志，咱若甲有圣神伫咱的中间，虽然外体衰败，毋过咱的内心会当日日换新。迄个肉体外体衰败，就是我离会咧加天。我肉体的退化衰弱，总是圣神做工的中间的时，我的内心有新的体会。上帝继续咧甲我感动，上帝继续咧甲我引出，上帝继续咧甲我帮赞。我交今仔日咧服侍的中间，我嘛是咧祈祷上帝，即马即项代志要安怎？上帝感动出来，我阁有新的看法。所以圣神啊，伫咱的中间，咱的肉体虽然离会一直咧加天衰败退化，要求上帝伊会有足济的新的感动，继续帮助咱向前行。这就是咱做上帝的儿上界大的福气。咱做上帝的儿上界大的福气，就是咱的肉体衰败。我就是坐伫轮椅，我阁会当哪一对上帝体验，看见上帝的恩典祝福，我来成做别人的祝福。咱要求会当安尼做。所以伫2026年的中间，旧的已经过去，旧年咱无牧师，今年咱严密要有一个新的牧师到伫咱的中间。迄个看法咱爱无共，无牧师的时，我过去是安怎做？今仔日有牧师来的时，要安怎做？徛伫我的立场，做一个牧师，牧会44年，徛伫我的立场，
我可能有过去甲恁分享过，但是我感觉这真要紧。我甲足济教会咧甲我讲的事，我拢讲，无人出世就真做传道人啦，无人出世就足够做牧师啦。所以一方面，传教者伊将伊所得到的感动来咧造就咱；另外一方面，信徒嘛咧造就传教者，互传教者真做更较成的传教者，互伊真做更较成的牧师。咱拢有软弱，包括我真抑阁有足济软弱。我有我的个性，我急性，所以我屁叫严的代志就常常嘛咧出问题。我是感谢主，有一群了解我的人，欢喜来扶持我，笑咧就过啊。所以无有啥物通啊，伤过紧张，伤过敏感的。咱伫教会内底，咱会当真欢喜三甲来做伙。所以传教者，咱今仔日有新的传教者来的时，你要怎样用新的眼光？你要怎样用上帝的眼光，用耶稣基督的心来帮助这个传教者？伫咱教会的中间，伊毋但成长，伊搁较甲上帝有搁较大的体会，互伊对上帝的领受搁大大的回应来祝福咱。这就是看你伫新的一年的中间，你要用啥物态度来对待？有真侪人来到伫教会，敢若想讲我领受，伊袂当得到满足的时，就讲这个牧师就是安尼。这个牧师就安尼，就袂欢喜。若无清气的心，较有可能有正直的心。总是你若有正直的心，自然就有清气的心。因为圣神要伫这个中间来帮助咱，行伫这个道路的中间。我想想，伫四周围咧有新的传教者，足侪教会的会友拢会来找我，甚至会来甲我投因教会的代志。我拢甲伊讲，牧师若疼上帝，佮疼人。伫即个大原则的中间，伊打开始来做传道，因为我知影咱是一个新的传道，打开始出来做工无偌久，伊有真济也搁咧摸索，要安怎来甲伊扶持，成做一个好的同工。毋通干那要要求伊要互我满足，无可能啦，无一个牧师拢会互你满足啦。逐个人拢有伊的缺点，逐个人拢有伊的问题，无迄个问题吼，人嘛会当讲你有问题啊，就甲你气到迄边去。你根本都无有讲这个话，伊想会讲迄你讲的，伊就会当甲你气到迄边去。安尼你做上帝的囝儿，毋是足痛苦的。所以，这个牧师，我即摆用咱教会一个新的传道来，伊打出来，伊牧会无偌久。伊看的是足有限，总是伊欢喜为主做工。伊若有疼上帝甲疼人，伊就是若总讲疼人也无够，伊甲上帝关系也无亲密。咱遮有足侪资深的，你若是真正有清气的心、正直的人，你一定会甲扶持，敢毋是？你扶持伊，看见即个传道人咧进步，看见伊咧疼人，哪有进步，咱就爱甲学咯，袂歹。我顶礼拜去一间教会，咧讲道的时，了迄个牧师回应，我甲讲牧师你很棒。以前人嫌伊嫌甲安怎，但是我讲牧师你很棒，你进步很多，伊足感动的。传道人需要鼓励，伊有进步就甲鼓励，鼓励伊就搁较有动力。我怎样要甲事工？搁做得较好势，所以伊有真济缺点，咱会当甲提醒。牧师你讲话伤紧啊，你安尼甲伊迄落得罪咧。是的，我爱改进，我有会友会安尼甲我讲啊，是的，我爱改进。我就去甲迄人讲，我拄仔讲话伤紧，得罪着你吼，你都爱赦免我。我毋对，我低头也没错啊，因为伫上帝国的内底，毋对就是毋对啊，对毋对？所以。牧师无一个完全，缺点拢足济，但是伊若疼上帝疼人，咱就有责任甲伊扶持。当然，伊有家己真济软弱，伫伊想要改，佮做袂到的中间。迄天我甲一个传道讲话，迄个传道教会真济人讲即个人安怎。当遐个人咧甲我
投即个人安怎的时，我心内想着讲，即个团队需要关心，我主动去甲关心。我听伊讲话，伊背后太济的受伤，团队背后足济受伤，会友拢看袂到，会友看到就表明，即个人安怎，即个人安怎，即个人安怎。我听伊讲话了后，当然我有甲劝勉，我讲。你若做一个团队，你搁较贤招呼，会无共款。因为凡事都可行，不多有益处。咱拢有家己的观点。你感觉讲这若无照圣经安怎？我讲凡事都可行，但是你凡事都可行，不多有益处。你若感觉讲你应该安尼做，互人跋倒的时，就拢无意义啊。我的看法是有机会留这个人，我较有机会甲传福音，这是我的看法。所以，伫人的软弱的中间，我大先想的就是要安怎留伊，我较有机会继续甲伊扶持，来甲伊祝福。我甲迄个团队讲了的时，迄个团队讲，我甲伊讲，我今天看到你不错，我发觉你进步了。伊讲，嘿，牧师，我有咧改，毋过我改了足慢。我讲不要紧，你有咧改就好，你要加油。人团队人需要鼓励。迄是伊的原生家庭有真侪伤害，他待人处事的足侪无完全的所在。当咱安尼来了解的时，你就知影安怎扶持。其实伊嘛足痛苦，伊拢嘛知影人咧讲伊呢。但是原生家庭带予伊的迄种的伤害，伊根本都超袂过。若是有一个人伫边仔甲扶持，牧师这项代志你若安尼做，试看卖啊呢？伊若做了袂歹，牧师你好棒。牧师，你做得很好。牧师，你这礼拜讲道，我得到帮助足大。我起头讲道嘛是互险到迄边去啊，人拢感觉我袂晓讲啊。总是人得到帮助，牧师你很棒，我得到帮助。哇！人哪来那样挖靠上帝？我发觉我挖靠上帝，我迄阵拿出来，我迄阵愈的读神学足少的，有足侪人读神学，但是拢离开教会。我迄阵读迄个派去教会时，我甲牧师讲：牧师，你要叫我教主日学、教圣乐地，你要叫我创啥拢无问题，就毋通叫我讲道。迄个牧师讲：好，莫互你讲道。结果到上尾礼拜讲，我想会袂使呢。你读本科的，你读神学，无互你讲道，我安尼歹交代呢。讲要叫我讲道，我惊到要害去，你毋知影？我规礼拜讲酒拢抹掉咧，拢一直祈祷。祈祷两日尔，灵感就出来。所以一个人受鼓励，欢喜甲扶持的时，互伊搁较倚靠上帝时，上帝圣神会做工，迄个感动就一个拢一直出来。所以新的一年，咱要有新的传教者，咱袂当伫旧年的中间，亲像旧年的中间，就我该做啥就做啥。今日爱搁加做一项，对我来看，就是来扶持新的传教者。有可能你会感觉讲，我也无啥物会来甲扶持，毋过咱会当替伊祈祷啊。牧师伫背后，若有足侪人替伊祈祷，是毋是无共款？我伫大树教会牧会，到最后这段时间的牧会，我单独伫遐牧会的时，真侪个大问题，我会当做就是所有的长老、所有的会友、所有的包括新来的会友，我一日祈祷100几个。有即马新的团队拄着代志的时，牧师拄着代志时，我讲你逐工替教会中集祈祷，遐个你若甲祝福祈祷，上帝做工伫伊的心中，你就好做代志。所以有新的人团队讲要来大树教会，我甲伊讲，我这是老鸟，我有我的方法。恁新来，恁一定会足痛苦的。今仔日教会有足侪无共款的人，咱会当做的，无你背后替伊祈祷。咱大家若为着咱新的牧师来祈祷的时，牧师有圣神做工，减少攻击，伊受伤哪少？伊得到恁的祈祷，佮得到恁的鼓励时，伊佮较会奋发。当然，常常提醒圣神的帮助你，求上帝互咱伫适当的时阵讲适当的话。所以伫圣经的中间，较要紧的是咱迄个心。箴言4章23节讲，保守你的心。保守咱的心，是用上帝耶稣基督的心做心，用上帝的眼光
来看人，人无完全有伊的需要。上帝怎样来看伊？保守咱的心，用上帝的心来看迄个人的事。我想咱着加做个扶持，咱会做个帮助伊。咱年岁咧加添，咱有圣神帮助。圣经路加福音2章52节讲，当耶稣咧大汉的时，耶稣的智慧甲年岁哪加添，上帝互人敢哪听伊。上帝的智慧是赏赐互咱的，迄是靠圣神去求讨的。年岁哪加添，就是咱一直年老。虽然咧年老，要顾咱欢喜靠圣神的时，咱的智慧会哪加添，咱听主的心会哪加添，咱扶持人会哪加添，咱祝福人会哪加添，互上帝甲人哪听伊。当你人际关系的时，你知影怎样用上帝的听，去听迄无古水的人，你甲伊的关系敢毋是好？哪来哪好？你安尼好款待人的时，上帝毋但听咱，连迄个人也要将做咱的好朋友。咱做一个基督徒，敢毋是应该就是安尼？伫年老的时，何况咱阁有圣神的帮助，咱有上帝通倚靠，咱是毋是互上帝欢喜咱？互甲人的人际关系，咱也三甲伫迄个所在来成长。拄仔我有讲过，人无法度看见上帝。你讲你足疼上帝，人看袂到。毋过人要对你安怎对待人，来知影讲你真正疼上帝是疼偌济，人是用安尼来判断。所以期待伫新的一年有新的心，迄个新的逐年拢爱有新的心。咱有新的心的好处是，日日换新。换一句话讲，圣神做工伫咱的心上的时，咱日日拢有新的体会，有新的看见。咱拢爱有一个新的进步，所以咱是年老的时，咱是一直应该爱拿成熟，越来越像耶稣，这是咱应该有的。所以旧年已经过去，新的一年咱有新的代志爱面对，咱有新的代志爱努力。无私呼吁咱众兄弟姊妹，真做一个替当干祈祷的人，毋但为着你的家庭祈祷，为着牧师，为着这中职，为着服侍的人祈祷。咱毋是伫讲台顶看会到的人咧服侍，你伫背后的祈祷的服侍，人看袂到的，上帝嘛看做要紧。所以咱若会当安尼做的时，我相信伫新的一年，咱的教会会阁较无共款。咱的教会是不止真袂歹，对我来看是已经真袂歹。毋过咱袂当干那安尼满足，敢袂当阁互伊阁较好的。伫即个所在，诚做光，诚做盐，因带人来归主。新的一年，求上帝互咱有新的心，听主的心，互圣神充满伫咱，行出新上帝引出来的道路，互咱的教会受祝福，也要将做四周围的人的祝福。三甲来祈祷。阿爸，感谢你，多谢你透过大笔，伊所祈祷的，伊需要一个清洁的心，伊需要正直的灵，毋是干那伊尔，阮拢共款。阮需要时时有你清气的心，有你正直的灵，活出上帝你的芳美出来。阮相信，若安尼，阮绝对日日换新，有新的祝福，有新的看见，有新的上帝的带领甲引带。阮是伫生命的中间，哪来哪成长。阮爱阮的中文教会，伫即个所在是一个蒙恩的教会。迄个蒙恩是对阮做起，阮怎样倚靠上帝？阮所求的，就是伫新的一年，搁较后为主做工，无拄阮的体力会当做啥，但是阮会当无停的祈祷。阮祝福教会的事工，阮祝福教会徛起伫即个所在，真正会当荣光你。阮祝福阮的教会有上帝的圣神的引带，你的听，诚做教会的盾牌，无互外来的搅扰攻击来损害阮的教会。就是有拄着遮的。阮嘛是倚靠主，也看见主，你要伫阮的中间来保守扶持，免受灾害。所以，阮将中文教会摆咧伫你的手中，互中文教会，阮看这真济同工，因真正真欢喜努力，倚靠主，尽因家己的本分来完成上帝的事工。但是，阮搁较期待参与的兄弟姊妹，三甲
伫用祈祷来服侍的也搁较济，也互阮做会到，阮的喙成做一个鼓励的喙、安慰的喙。扶持讲祝福话的人，就真侪人因为阮讲祝福、安慰、鼓励的话来得到帮赞，得到兴起，灵得到换新。祝阮将过来的、搁要来的新的传教者摆咧伫你的手中。这个传教者，阮拢永远要摆咧伫主你的施恩宝座前。阮为伊来祈祷，有你圣神的感动，有你圣神的引带，互这个牧师，包括阮信徒，甲伊同工的时，有看见伊对祈祷的中间，伫今年阮应该安怎行？阮安怎要来进行该做的事工？阮袂一定做甲轰轰烈烈的大事工，互看。总是阮却要做踏踏实实的事工，会当互人得到灵魂、信仰得到建立，性命得到帮赞。这比轰轰烈烈的事工搁较要紧。所以帮赞中文教会伫因努力的下面，要看见上帝你的荣耀，要充满伫因的中间，来祝福信徒以外，也要祝福外面的人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